快给我拿钱！不给我拿钱，我数3下。再不给我拿钱，我就炸了！我数3下，1、2。来给。打开。好。你再想想，要吗？打开。好。雪飞，你们可得给我作证啊！来，给。说有人浑身捆满炸药，在抢和平之好呢。你们家那口子是不是还在上班啊？哎，大姐。谁让他们来的？谁让他们来的？原地小心，让他们走！小心点！让他们走！快说，让他们走！小心，让他们走！队长，我来吧。看看听着，太年轻，你千万不要做蠢事，你听见没有？来的，原地小心，让他们走！谁让他们来的？谁让他们来的？让他们走！希望你这样，过年了。他们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回家。我就是想回家，我就是想回家。你给我走！报告田队长，各警队已全部到位，罪犯身上有炸药，请指示。军纪有问题吗？有困难。上。小伙子，冷静点，小伙子，冷静点啊！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试试吧。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！罪犯敌人，这是最后一次通告，你已经被包围，举手投降才是你的唯一出路，否则死无依靠。你们不给我拿钱，还想叫我死，还想叫我死好，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！有点难度，好了。哎！赶快送医院，其他人拉回清点队，送笔录，快！老太太，您说您这是文物保护单位，这地图上也没标着，市里也没通知我。再说了，就你这破院子，还文物保护单位，你算哪一级的呀？市级的还是区级的？市里是没给我们这个院推收的。哎，那个放学了，你爸爸没去接你？我哪知道他说话不算话？我跟你说，这里有一位明朝的英烈的衣冠冢就埋在这里，
你知道不知道？明朝英烈？是啊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就是袁崇焕，袁大将军，你都不知道？老太太，打住打住啊！历史上那么多将军，我哪记得住啊？怎么着？什么意思？谁说要产房？哎呀，马子，快来！怎么了，邹奶奶？你快给这个同志解释解释。你是谁呀？你是？说什么意思？不是你是谁呀？我是这儿的住户，我们都是邻居。我就住这儿，楼上还有一个银行职员，那边还俩东北大汉啊，后边还有个小妞。你干嘛只欺负老太太一个人呢？正好啊，我本来也想一家一户的找你们谈。是这样，市里的统一规划，你们这片3个月以后就要动工。我是拆迁公司的，先来做个前期动员。说拆就拆啊？让我们这些人住哪儿啊？到时候按你们原先居住的面积折兑成现金，自己买房去啊。哎，哥们儿，那多少钱1平米啊？这你放心了，哥啊。过几天呢，我们就来具体丈量面积啊，把清单往墙上一贴，清清楚楚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干嘛你让我们拆我们就得拆？我们在这住了10好几年了，哪儿都不想去。哎，大哥，咱弄清楚啊，这可不是我让你搬，这市里统一规划，没办法。甭跟我说这个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给那几个臭钱够干什么的啊？标准还不是你们定的，我就不搬，你说破天也没用。哎，你们几个住手，不许往墙上给我画那个。哎，怎么着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种钉子户我可见多了，咱好说好商量，什么都行。跟我玩横的是不是？我他妈可不怕你，我告诉你。怎么着？别跟我说这，我看你那儿。别我他妈想拆，我就不搬了。你不能跟人动手，你不能杀人家。就删他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你哪能这么说话呀？我们都10几年的老住户了，哪能说搬就搬的？拖着带你的不容易啊！老杜，你别跟我解释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滚蛋啊！让你们管事儿的来，你他妈的算个屁呀你！你跟我玩硬的，是不是？咱走着瞧啊！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到时候拆，我先拆你们家，你看着。你看，走了，有话。回头我先把你拆了。行吗？没事。哎呀，你要不行，待会儿我来抬吧。有点不舒服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不行！啊，怎么了？佑佑的生日礼物没给买。你还想着这事儿啊？赶快回去休息吧。走吧。我真是有点不行了，没事没事，小心点。没用也得打。周奶奶，您甭害怕，有什么有我听。哎，正好，陈老师回来了。陈老师回来了，小戴回来了。哎呀，陈老师，您怎么了这是？没事没事。刚才呀，拆迁办来了个人，说是咱们这里3个月之后啊，咱们这片就要拆光了。是啊。让陈老师拿个主意。陈老师怎么了？今天啊，他们银行给抢了。哟，你说什么？咱们齐州市好几10年没出这事儿了啊！拿枪了吗？打死多少人？见血了吗？那倒没有，可是那个人啊，身上头绑满炸弹。哎呦，炸了！炸了！手里还拿那2根电线往一块对。哎呦，别提有多吓人了！我当时正好赶到，不是吓得我就喊一平，你快拿那个！哎呦，陈老师！哎呀！陈老师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？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没事，陈老师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出没事，这脸色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陈老师，现在看应该是单人。是啊。这样，人醒了吗？还没脱离危险。医生，这是我们局长。你好。你好，他什么时候能醒？不好说，子弹打中了第3脊椎，即使醒过来，恐怕一时也难以开口说话。这事闹大了，连谭局都惊动了。医生，无论如何要把他救醒。市里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，等着录口供。我们会尽力的。坚持一会儿。好。哎呀，他这受了惊吓。没问题。放在礼物床上。放哪儿？放哪儿？放哪儿？哎
慢点，妈，我爸怎么了？让坏人给吓着了！哎呀，快掐人中，掐人中！弄点水吧，啊，快！怎么了？爸爸怎么了？我去倒杯水去啊！快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你别害怕，你听我说，你有一个人呢，身上绑着炸药，想抢你爸爸他们银行，差一点就给炸了。啊，那后来呢？哎呀，孩子，你就别问了，问题不大啊。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奶奶送给你的，生日快乐啊！还过什么生日？爸爸答应天天给我过生日的。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爸都成这样，还过什么生日啊？孩子嘛，生日总是要过的。不是，原来打算是在家里过的，这不一出这事儿，菜也没买，那包都落单位上了。哎，那就上我们家去啊！哎呀，不了，别麻烦了。你看依萍都这样，挺方便的。算了。好啊，那就这样。好啊，那就上我们那儿去。大小姐过生日，我得好好招待招待啊！对，来，咱们准备准备去。我们去，我也去帮忙。哎，你们照顾好陈老师。哎，好。哎，小戴呀，你千万别着急啊！我让老头过来看看他，吃点药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我还想给陈老师讲讲咱们院拆迁的事儿，他的学问大，有主意，给大伙一起商量商量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等他醒过来，我把他带过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啊，你别着急啊。哎，来，孩子，把你爸放平了，把那枕头那么来，你把那头1、2，哎呀，来把那枕头别来呀，头抬。哎呀，又吓死我！吓我一跳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喝点水吧。要不喝点水啊？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。脉象平稳，思绪清晰，浑浊的只是心智的一时淤塞，受了点惊吓。放松心境，把事抛出体外就好。哪有这么容易？凡事要靠自己呀。是啊，我也想没有烦恼，可怎么可能啊？就说现在吧，这拆房子的事儿，谁不心烦？一平啊，你听我一句，你呢，心性还算是扎实，四根也清净，就是遇事太少。今后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，切记勿妄动。妄动。今天下午，在衢州市商业银行和平支行门前发生一起银行抢劫案，一名外地民工全身捆满炸药。你说这孩子怪可怜的。还提，加点水。啊？啊。案犯被我公安机关当场抓获，因在抓捕过程中遭到案犯顽强抵抗，我公安机关对防。你说为这点钱，不值得。哎，好了，哎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嗨，不说你也知道，都已经提了好几次了。哦，辞职那事儿啊，我想了，可是想来想去，我这心里还不是个滋味。我这把年纪还能干嘛呀？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找工作？谁让你去人才交流中心了？你不是有好多同学吗？
你待的那个银行有什么希望啊？也不能提升，天天看那钱也不是你的，你说弄不好，还把你的小命都给搭进去。同学怎么了？同学聚聚叙叙喝喝酒，到头了，人没有义务提拔你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帮同学也没有什么当局长副部长的，